喺內地橫店發生狼吻事件嘅陳嘉媛喺開完記者會嘅第二日，就同3名助手以及經理人由美孚嘅寓所出發，前往機場，返去內地繼續開工啦。咁而家嘅心情好返啲未啊？其實仲未平復到嘅，而家真係有陰影嘅。需唔需要再返去警局協助調查？未知。琴日淨係接受我哋個報案，咁有咩安排我哋都仲唔知，都要等律師通知我哋。會唔會以後都少出席呢啲咁嘅活動啊？有冇睇過佢哋嘅微博啊？自己之前有，依家我哋覺得，我希望自己可以盡快即係平復到自己，可以盡快俾大家見得翻之前開心嘅 Rose。爸爸媽媽方面心情點啊？佢哋都好擔心，所以都希望大家俾啲空間我會盡快投入翻自己嘅工作嘅。對於有指有江湖人士出手叫你收口，阿 Rose 知唔知呢件事呢？我都未睇啊，但係依家件事其實我琴日都大家都見到我去即係報咗案落咗口供，咁其實其他嘢警方同律師都話我唔方便再去講㗎。但係確實係咪有勢力人士聯絡過你，叫你好收口咧？呢個我唔會。今次再返去橫店開工，出街食飯嘅時候，會唔會有所防範啊？今次自己會真係更加提高警覺性，提高戒心。我諗如果除咗開工嘅話，我都唔離開酒店。如果佢當面同你道歉，你會唔會接受啊？我諗我會阻止咯。去到機場之後 ，Rose 沿途都冇再作出任何嘅回應，但係喺入閘之前，佢都向傳媒輕輕鞠躬，感謝各界嘅關心。